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胡锡进老师。今天周末胡适没有什么新闻，咱们看一看央视的报道，让胡锡进老师引以为傲的大国制造啊，这可是央视的报道，咱们不是唱空，也不是抹黑，咱们只是认真的学习央视的这个新闻。最近央视曝光劣质什么捏捏乐毒玩具。这个捏捏乐啊，我没买过，我也不太清楚什么东西。央视说，捏捏乐是一种新兴的可揉捏、挤压、慢回弹的解压玩具，在年轻人和儿童群体中较为流行。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这类玩具存在异味明显、易破损等问题，宣称是食品级硅胶捏捏，但闻久了头晕眼花。央视的记者他就随机购买了11款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捏捏乐玩具，送检进行实验分析，发现这些解压玩具却是健康刺客。他买的11款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捏捏乐玩具，检测结果居然是100%全部含有甲醛。甲醛应该是一级致癌物，给年轻人玩的玩具里面含有甲醛。大家看视频。捏捏乐是一种新兴的可揉捏、挤压、慢回弹的解压玩具，凭借其可爱逼真的外形设计和软糯 Q 弹的手感迅速走红，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解压新宠。觉得软软的很解压，家里的小朋友也很爱玩。市场上捏捏乐玩具色彩十分丰富，各种动物、食品等造型层出不穷，吸引不少中小学生成为捏捏乐热衷玩家。我特别喜欢玩，能缓解学习压力，班上也有好多同学玩。记者在不少市场发现，这类玩具价格从1块钱到5块钱不等，大都销量很好。特别是学校周边的一些超市，货架上的捏捏玩具常常供不应求。俺就买的这一个了，不像其他时间买的多，这没时间这个时间点的玩。在电商平台，记者看到许多店铺捏捏乐的月销量都达到了数千件甚至上万件。而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消费者反馈，部分捏捏玩具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有的产品长时间也没有消除异味。这位消费者在某平台投诉，闻久了头昏眼花，全是3无产品。这位消费者反映，所买的是食品级硅胶捏捏，但是到货后发现有刺鼻气味熏鼻子。在销售场所，一些商户对捏捏乐的异味深有体会。肯定都会有点味道，你看完全没有味道的没有。在一些销售店，记者发现商家售卖的捏捏乐玩具并没有生产厂家的相关信息。这可有什么生产日期？没有。不少家长担心，此类价格低廉且带有气味的产品可能会对孩子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我就觉得不太好吧，就是它里面肯定放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捏了才会软。为了弄清这些捏捏乐的质量到底如何，记者随机购买了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多款捏捏乐，送往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实验分析。检测机构首先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异味入手，测试分析了捏捏当中的总挥发性有机物。我们的检出的产品当中呢，它的一个总挥发性有机物这个值是相当高的，并且呢，在实际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当中呢，我们有检出有甲苯和甲醛2种物质。记者送到实验室分析的11款捏捏乐玩具，全部检测到了一定浓度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其中包括甲醛和甲苯、2甲苯。工程师透露，总挥发性有机物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散发出浓重的异味。实验数据显示，不少捏捏乐玩具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已经超过了1万微克每立方米。消费者经常闻到捏捏乐玩具的刺鼻气味，其实就是其中的总挥发性有机物散发出来的。记者了解到，目前玩具的国家的标准当中并没有总挥发性有机物的限制要求，但是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当中规定，总挥发性有机物的限值为600微克每立方米。环境标志产品标准木质玩具当中要求总挥发性有机物的限量应小于300微克每立方米。而记者送到实验室分析的11款捏捏乐当中，5款产品总挥发性有机物含量超过1万微克每立方米，相当于新车内饰未通风处理时的空间环境。其中一款捏捏乐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含量接近了3万微克每立方米。
类比一下木质玩具中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一个限制300微克每立方米，这次检出的结果超过1万微克每立方米，相对来说浓度是相当高的。作为长期接触的一个玩具，含有这么高的一个浓度的一个 TVOC， 会严重损害儿童的一个身体健康。记者了解到，总挥发性有机物当中的甲醛、甲苯可能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免疫系统造成严重损害，尤其是对正在成长发育的儿童危害更大。主要的危害就是说，一个对他那个免疫性，一个就是皮肤的过敏性，而且这种东西呢，很可能小孩会接触到口里边，会造成了很多那个过敏的伤害。实验分析发现，2款捏捏乐玩具还检测出了超过国家标准的邻苯二甲酸酯，也就是常说的增速剂。工程师透露，捏捏乐玩具追求柔软、易拉伸的手感，而增速剂的作用就是让硬质塑胶等材质变得柔软有弹性。但是因为邻苯二甲酸酯类增速剂具有生殖毒性，国家强制标准规定，玩具中邻苯二甲酸酯的含量不能超过 0.1%。有一款样品，我们检出它的邻苯二甲酸酯超过了标准要求的 26%。玩具当中呢，如果有邻苯二甲酸酯超标的情况，它有可能会对儿童造成一些伤害，主要就是来源于生殖毒性方面，它有可能有一个性早熟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风险。记者了解到，送来实验分析的11款捏捏乐玩具，9成产品都存在小部件容易脱落的情况。检测人员随意挑选一款进行拉力测试，发现捏捏乐玩具的部件很容易拽掉，而这款瞪眼小龙人的眼珠还没来得及检测就已经掉落。掉下来一些小样品，那这些样品呢，有可能会落入它的喉咙当中，那会造成一些窒息或者说误食的一些风险。在记者随机购买的11款捏捏乐玩具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厂家名称、地址、执行标准等信息。实验分析发现，除了不符合标准的增速剂问题，还普遍存在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较高的问题。如果长期接触，极有可能会对儿童群体带来健康隐患。专家提示，购买此类产品要谨慎，要看是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就有没有厂家的信息、具体的信息，有没有这个我们说的质量检测的信息啊。有没有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国家强制标准的一些认证的信息？如今类似捏捏乐这样的玩具呢是层出不穷，对于一些影响健康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可能现有的玩具标准一时间约束不到。但是玩具的生产者应该想到，产品的使用者呢很多都是孩子，材料有没有异味，有害物质是不是含量高，会不会掉小零件，这些实实在在的安全问题需要自己先把好关。也希望相关安全标准紧跟产品创新步伐，及时覆盖安全细节，让每一款带来快乐的玩具都安全可靠。这是为什么？你要跟甘肃天水幼儿园比起来，那要谢一谢他们的不杀之恩。他们只是在玩具里面有苯、甲醛，他宣传呢这是食品级硅胶捏捏。要这么说，他也没说错，因为食品级的硅胶里面就含有苯，含有甲醛。因为食品各种发糕、各种点心，那不是食品吗？那里面含有铅，那不也是食品级吗？所以说，他说是食品级硅胶，这人家也没说错，没有虚假宣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怀疑一切制造的这些东西，到底哪个你能放心的用？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再翻一翻新闻。我记得。在浙江还在什么地方，还是广东，有的地方生产儿童玩具，就塑料玩具一个村子都生产塑料玩具，塑料来源全部是那些医疗垃圾什么废轮胎，各种各样的垃圾来做成塑料，又由塑料做成塑料玩具。我记得这个也是央视报道的，这就是中国制造。这些人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玩具里面含甲醛、含甲苯这些物质对儿童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所以有的时候我想一想，幼儿园的厨师往食物里面放彩绘原料，就顺理成章。因为当今的环境它就这么个环境，大家根本就不在乎。说到铅中毒，幼儿铅超标，你看下面央视又报道了，这个是应该上海卫视报道，说9.9块包邮的手机壳铅含量超标30倍。
廉价手机壳长期接触会慢性中毒。在一些电商平台销量靠前的9块9包邮手机壳评论区，有不少消费者吐槽新壳拆封后立即散发浓烈的塑料味。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对20款手机壳监测，发现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这铅含量超标一个最大的坏处不是影响智商吗？一些廉价手机壳甲醛、苯等物质超标，并伴有刺激气味，长期接触会引发慢性中毒。大家看视频。相信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或许会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经常换手机壳，但是这个买来的手机壳如果是塑料的话呢，就会有一种很严重的塑料味道啊。而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个刺鼻的味道会更加的明显，而这很有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没错，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啊，销量靠前的9块9包邮的手机壳评论当中，就有不少的消费者吐槽，新壳拆封之后呢，立即会散发浓烈的塑料味儿。记者调查发现，该行业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购买模具即可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助剂。有从业者透露，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降2/3。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物质。长期接触会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风险。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对20款手机壳监测，发现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铅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一些廉价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则会引发慢性中毒。对此，专家表示说，选购手机壳啊，应该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者是 TPU 材质，认准3C 认证，执行国标呢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这样的一个产品啊，避免购买外观花哨、价格过低的3无产品。而且新壳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清水先冲洗，并且通风放置1周。而且呢，建议要定期的更换，别让几块钱的手机壳成为影响健康的大麻烦。关于这个手机壳，还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听听大家的留言，有人说太可怕了。好多新闻他们都觉得好可怕。有人说廉价手机壳竟然有这么多的隐患，难道真的是便宜没好货吗？还有朋友说赶紧闻了闻自己用的手机壳，好像确实是有股味道的。还有人说孩子网购不懂货比3家，这条新闻转发给他。我突然想到了我爸妈，这条新闻转发给他。你会不会也这条新闻转发给他们？对。还有朋友说长个心眼儿，以后购买可不能马虎了。好，非常感谢大家发来的这些消息，参与我们的实时的互动啊。怪不得网上平均年龄只有8到15岁，对吧？这个只有8到15岁的智商，为什么？恐怕跟这个廉价手机壳有关系。长期使用这种9块9包邮的手机壳，导致这个铅超标，所以智力越来越低下。完全有可能你有幸躲过了天水幼儿园的3色什么发糕，但是你躲不开9块9的包邮的手机壳。9块9包邮的手机壳里面铅含量超标30倍，那你说其他的东西里面它铅就不超标吗？难道仅仅只有铅超标吗？所以说细思恐极。我在做天水幼儿园铅中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都说过，这叫蟑螂定律。我们的孩子儿童能够茁壮成长，那真是不容易。过5关斩6将是叫百毒不侵。有专家表示，选购手机壳应优先选择液态硅胶或 TPU 材质，认准3C 认证，执行国标什么手机壳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避免购买外观花哨、价格过低的3无产品。这个我觉得这专家说的也是一些正确的废话呀。你买了那个3C 认证的又能怎么样？3C 认证也可以买，也可以作假。前不久那个充电宝不都是3C 认证的吗？都是大牌，结果那很多高校、航空公司
就不让这些充电宝进入。为什么它会自燃引发火灾？都是大牌。实际上这些事情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咱们中国人对这个质量没有一个底线，无论是吃的、穿的、用的，以次充好，粗制滥造、劣质滥造，一味的减成本，这个卷价格、恶性竞争，导致了这些东西垃圾成堆。我也经常在抖音上买东西，反正那便宜的东西买来只能说用一用就扔掉，我也不知道怎么这能制造出这么多垃圾出来，这就是浪费。所以我现在所有吃的东西能在商姆上买的，全部在商姆上买。那商姆上没有的我也没办法，我基本上不点外卖，很少点。说到外卖，我们再看看胡静老师今天他发了个微博，他说促销日在网上买了2个鸭头和4个鸭翅，送到家里一共2块多钱。胡静老师花2块钱买了2个鸭头和4个鸭翅，合着相当于3毛钱一个啊。胡静老师说，打开网页不时能看到零元购促销，感觉好爽呀。只是这样内卷下去，不知道有多少商家会被卷死。我们一时赚了便宜，长期代价就是从消费有质量的商品改为消费低质量产品，包括吃卫生状况不详的个体作坊生产的食物。胡静老师他也知道这种搞法不能长久，劣币逐良币，最后良心商家全部死了，剩下的都是这些违法分子往这个食物里面加彩绘原料的，或者在厕所边上给你做这个外卖的。胡静老师说，阻止向下内卷已是当务之急，它是漩涡，不知不觉中侵蚀我们社会正常消费生态，破坏人民生活水平逐渐向上的内在动力。首先胡静老师他居然花2块钱买了2个鸭头4个鸭翅，人家还送货上门。他一边在啃这个鸭头的同时，他一边感叹，这么内卷下去，以后我们只能吃那些不知道用什么玩意泡出来的鸭头，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泡出来的鸭翅，在那一边享受这个零元购，一边在那感慨。首先一个胡静老师作为一个高收入群体，他退休金都怎么着得小2万呢？再加上他这个自媒体收入，他去薅这个羊毛不应该。胡静老师应该带头消费，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自己家的电视机、电冰箱都换一遍呢，这叫什么？升级换代，高质量发展。国家有补贴，你有这个条件，你不响应国家号召，你准备让谁响应？让那些没有工作的、没有收入的响应国家号召去消费。结果胡静老师他也跑来薅商家的羊毛，薅平台羊毛。你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不知道这个鸭头和鸭翅铅含量超标多少，也不知道它的甲醛含量超标多少。胡静老师也吃得放心。你看胡静老师他都不消费，那你说指着谁消费？咱不有句话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吗？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那作为朝气蓬勃的老年人，胡静老师他也不消费，对吧？这前2天在延安，他中午就吃12块钱的叫什么臊子面，对吧？连鸡蛋都不加。那你说就他这个消费水平，那我们只能是通缩，拿了这么多钱不消费。这个胡静老师他总是嘴上喊着爱国，要支持国家，响应国家号召，但是他实际行动不是，都是反着来。就消费这块，他就完全跟国家是反着来。所以从胡一进老师这儿叫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们通过胡一进老师这几天写的微博，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叫拉动内需，那简直是不可能。大家想象一下，就胡一进老师这样的他都不消费，怎么刺激消费？你还让那些既没有工作又没有觉悟的韭菜去消费？胡一进老师觉悟肯定是没问题，达标。这是从胡一进这儿咱们能看到，说促进消费，这简直是媒体自娱自乐。第二个说明胡一进老师也是不讲卫生，这个2块钱2个鸭头4个鸭翅，他也得吃得下去，1分钱1分货啊。这个鸭头和鸭翅年纪恐怕比胡一进老师还大呀，恐怕是在哪个冷冻库房里面搜出来的。他很有可能在欧洲待了3-5年，润到了美国，在美国待了10来年，润到了日本，从日本又到了大国，在冷库里面僵尸肉加工过程肯定也谈不上什么卫生健康，这一共才2块钱，商家赚什么钱？所以胡一进老师作为一个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就是高收入群体，他居然也去吃那2块钱一份的，也就是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可以说明胡一进老师退休以后生活质量直线下降，特供食品少了，
单位发的福利也少了。所以说，从胡一进老师花2块钱买2个鸭头、4个鸭翅，也能看出政府所说的过紧日子，各个单位都要过紧日子。胡一进老师那个单位是《环球时报》隶属人民日报的，他们逢年过节就要发东西，没有节呢，也找个借口给大家发米面粮油这些副食。那小轿车的后备箱里都塞满了，那个就是地位，就是待遇。所以说，胡一进老师恐怕最近收到的这些米面粮油这副食少多了。也没什么钱，单位在发了。这当然，这只是我推测。不管怎么说，胡一进老师这些做法，这个非常不合时宜，尤其在当下，简直就是跟国家政策对着干，嘴上喊着爱国，实际上干的是害国的事。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